为了这摆高雄大火伤亡未搁再重演，议员张世贤、钟志顺都要关心台南相关老旧建物的状况，嘛锁定一旦发生类似的灾害，电市消防救灾设备、抢救的器材状况阁是如何，要求一定要太旧换新。议员以带领过义消的角色，全力替消防人力物力来把关。咱大家吼，拢感同身受啦，吼，是，拢咱真正对这家属嘛，感觉吼咱对因的这个安尼感觉，我也讲不出来啦。反正都对因社会对因也无公平啦，吼。我是要安怎讲，我讲尔，老旧的这个公务吼，我请问咱台市有偌济这像类似这型的啦，有几数啦？50栋呢，好啦。我讲吼，遐吼出水尤其像讲要救的，这氧气筒这吼所有的器具、救灾器具，咱这有足无啦？分推车剩会到尾啦？分推车会使剩到53公尺啊，18楼啦，17楼到18楼啦。剩到几楼？18楼。8楼啦，咱这上悬的偌几楼？30楼，嘿。35。对，但是伊要靠内面的消防设备啦，伊毋是靠分推车啦。剩到18楼尔。是这要穿好悬，你着要道路有够遐宽，伊了解啦，了解啦，毋是啊。咱当然爱看地势啦，吼。议员都来关心消防设备甲拍火兄弟的勤务津贴，嘛进一步要求校育关心住伫老旧大楼内底的弱势，要求结合社会资源，互因当改善大的安全，嘛持续稽查，避免对抗杂物的环境阻碍逃生，再次发生危害。台南新闻军及刘品言采访报道。